人生啦就係咁樣，有好多時你預料嘅嘢，你認為有嘅嘢，偏偏就係冇。我預咗我28、30歲之前我會結婚，我希望我有30幾歲、32歲我有我自己嘅家庭，我有自己嘅細路仔 BB， 有冇？每一個女性嘅夢想都希望有一件屬於自己嘅婚紗，屬於有一個自己嘅婚禮。我相信我冇乜機會。我係一個歌手，亦都係一個演員。着婚紗可能已經唔係我第一次，但係好似次次都唔屬於我。我終於呢揾到我嘅拍檔劉培基，我話我好想一次，就算嫁唔出都好啊，揾一件婚紗做一次俾大家睇下，係真係屬於我自己嘅。終於佢幫我做咗呢件簡單得嚟又好隆重嘅婚紗，可能只有着今晚，或者着埋呢個演唱會，呢件衫又要入倉。但係我好希望講一聲，如果你哋啲拍緊拖嘅朋友咧，唔好考慮得太耐，唔係你隔離嗰個咧，好快會諗下就，算啦，佢就咁拍拖，跟住同居就算啦，唔好搞咁多嘢。唔係㗎，女性嘅夢想同男仔唔同嘅，女性嘅夢想係真係有希望有個屬於自己嘅家庭，屬於自己愛自己嘅丈夫，希望隔籬有一個可以伴到自己終生到老嘅人。好添，俾嚟到空嘅。我想話俾大家聽，夕陽好靚，黃昏好靚，但係好快眨下眼都會變成過去，所以我哋要把握住每一分鐘每一秒。曾經幾多風雨翻，編織我交錯夢幻，曾與你真心